节目一开始来看这中油大拿抢一大燃烧塔，可能是因为较悬的关系，初三下晡1点的时阵，规支护风线倒去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另外，这三明区一大民间经营的停车场，这风台也甲真侪铁锤威利亚，还佫触挂线一个飞起来，去撼到这停车场内面的轿车，甚至路边的树仔是倒伫咧半路，规个高雄是去护风台吞达甲密密麻麻。 外面内底燃烧塔，因为未堪你3道2风台停了后，透风安尼扫，全规倒去。工作人员看到是惊一跳。中油嘛证实，这是大拿手第3燃烧塔，因为透风造成部分毁损。加在第3塔本正就停用咧维修，未影响运作，也无人受伤。3道2风台为小港区停了，小港机场航站扩建的工程，有用价规个倒去。 透早工作人员去检查，以国际通用保护风球来看，10级的阵风就会当甲树仔规丛绑起来。即个透17级的阵风，分级是上强的。为空翕的画面看会到，无论是水港路、光华路，也是中正2路，拢有真侪路面的树仔倒去，甚至有诶甲路砸咧。若赛车都爱驶别条路，而且路面嘛有真侪落去的空棒，还佫有民众无细字全咧跋倒。 挡在旁边摩托车还有一小分路，然后就没有看到旁边还有凸出来一块地方，然后我就直接被他们骑到了。文州大厦对面这4间店，因为未堪你风台安尼线，厝顶是规个外高起出，店里嘛规个路苍苍。隔壁民营的停车场，透风的时阵4线的铁片，甲威力也是黑白飞，有几啊只车的闸风玻璃破去，嘛有车是钣金猫落，有的干来买1个月尔，就伤痕累累，估计至少有5台车受损，也唔知会当找谁赔。 今天早上要出门才发现的。但是现在是不是也没办法拖出去了？哦，对啊，也是要等这边清理掉，我们才会出去。昨天在那边就是有听到一些轰轰的声音，然后他光停了雨停之后来看，就发现这种状况。主要就是也不知道找谁赔啊。有的伫路面的树仔，去互风台扫去轻铁的路线顶悬，影响通行。工作人员是沿路咧清理，赶伫下晡2点之前恢复通车。根据市府统计，到初时下晡3点，3道2风台灾情的通报有要到6000件，还佫有2300多件爱处理。面对遮侪倒去的路树，有专家建议讲，伫预算有限的情形之下，会当优先抢救有纪念性的老丛，或者是较健康、形体较好大丛的树仔。若要修剪，要是尽量保留一寡树尾，唔通甲规丛树仔剪甲光噜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